观想自己身处布满珍宝的清净刹土，美妙乐意，平坦光滑，无有山岗与洼地。在正前方，观想一棵具有5枝的如意树，枝繁叶茂，百花齐放，硕果累累，极其圆满，漫及四方，遍布整个虚空界。所有的枝叶上都有各种珍宝铃璎珞装点。然后观想中央的树枝上，本体为3世诸佛总体的5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，形象是乌金大金刚持莲花生大士，身色白里透红，一面2臂，双足以国王有武士安坐在8大狮子宝座上面的莲花日月坐垫上，右手以契刻印直持纯金5骨金刚杵，左手平托天灵盖，里面有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宝瓶，瓶口由如意树掩饰。莲师身着锦缎大氅，法衣咒饰衣，头戴莲花帽，左臂环抱卡章嘎，面部朝向自己，安坐在前方的虚空中。接下来，观想莲师头顶上方，诸位传承上师以重楼式安坐。本来，共同序部有无数传承上师，但在这里只是略观大圆满心地派最根本的传承上师。法身普贤如来，报身金刚萨埵，化身极喜金刚，阿舍离文殊有上师昔日桑哈，智者迦那斯扎，大班智达无垢有，乌金莲花生大士，法王赤松德赞，一师贝若扎那，空行一息错迦，遍知龙亲绕将，持名无畏洲，如来雅尊者，华智仁波切，托嘎如意宝，法王尽美彭措。他们各自的装饰装束样样齐全，周围有本尊及4序部不可思议的尊重空行勇士团团围绕。随后，在观想前方的树枝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周围，由贤劫1002尊佛等十方3世诸佛所围绕。他们全都是殊胜化身梵净型的装束，头有顶髻，足有轮宝等，具足32相与80随好，双足金刚跏趺坐，身色有白、黄、红、绿、蓝色，身体放射出不可思议的光芒。之后，观想右方的树枝上，以文殊菩萨、金刚手菩萨、观音菩萨这3位护主为首的8大菩萨，身色也有白、黄、红、绿、蓝，以13种圆满报身装饰庄严，双足以平等式站立。在观想左方的树枝上，舍利子、目犍连声闻2圣，由声闻缘觉圣者僧众围绕，
身色洁白，身着三法衣，手持锡杖与钵盂，双足站立。接着，观想后方树枝上，法宝金函层层叠叠，金光闪闪的阁架中央，最上方陈列着640万颂大圆满序部。所有函头标签都对向自己，经函光芒四射，发出阿勒嘎勒的字声。这些树枝的所有空隙中，遍布着智慧护法神和业成护法神。这些事业护法神都具有智、悲、力的无量功德，对我十分慈爱，把他们全部观想成引导众生的大导师。下一步，把今生的父亲观想在自己的右侧，母亲观想在左侧。前面是以憎恨自己的敌人和加害自己的魔障为首的3界6道一切众生。大家聚集在一起，面向皈依境，双手合掌，3门毕恭毕敬。身恭敬就是顶礼膜拜，语恭敬念诵皈依偈，意恭敬心里默念。从现在起，自己无论是上升还是下堕，是苦是乐，是好是坏，是病是痛，除了上师三宝您以外，我没有其他的依靠、救护、护主、友军、希求处与皈依处。因此，从即日起，一直到获得菩提果之前，我全心全意、诚心诚意，将自己托付于您。承办任何事情，不自作主张，完全依赖于上师三宝您，一切奉献给您，精勤修持您。除您之外，我无有其他的皈依处、指望处。以这般至真至诚的猛烈之心，念诵下面的皈依偈。共朝什我殿下扎瓦什扎龙头里让人上九心，我让人头几天可罗拉上九娘不瓦的叫声着。共朝什我殿下扎瓦什扎龙头里让人上九心，我让人头几天可罗拉上九娘不瓦的叫声着。共朝什我殿下扎瓦什扎龙头里让人上九心，我让人头几天可罗拉上九娘不瓦的叫声着。最后收座时，自己要以满怀恭敬作为缘，观想皈依境的所有圣尊，身体放射出无量光芒，普照自他一切众生。自他一切众生，犹如鸟雀被惊动，扑棱棱飞起一样，融入皈依境的诸位圣尊当中。皈依境的所有尊重，也从边缘逐渐融入光中，之后融入中间集三宝于一体的上师中。头顶重楼式的一切尊重，也化光融入上师中，然后上师也融于光中，光又消融于法界。就这样，自心尽可能地安住在
远离分别散收的离系法身本体中。起坐时，将一切善根回向无边众生，并念诵。Gewa Deyi Mnyertab Dag Kumcho Sumbo Nripkirni Rowa Chikyang Mali Pa Deyi Sala Ngot Per Sho